主后2023年10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莫阁互地球流目屎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24章第19到23节。看咧，上主互大地拍远完全荒废，伊甲地面并恁转，互子民拢四散。人民安怎，祭司嘛安尼；仆人安怎，主人嘛安尼；女婢安怎，女主人嘛安尼；买米的安怎，卖米的嘛安尼；甲人借的安怎，借人的嘛安尼；散车的安怎，好野的嘛安尼，因拢画四散。大地会完全拍远，互人手甲空空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大地衰败打去，世界衰败倒坏，地上高贵的人嘛衰微。大地互徛起的子民污染，因破坏律法，违反律例，违背永远的约。所以，大地受咒诅至到败坏，地上的子民拢因为因的罪受刑罚，所剩的人减少，剩无几个。新酒打去，葡萄树孤单，快乐的人嘛拢吐开。日龙鼓快乐的声恬去，宴乐吵闹的声静去。弹琴的声音嘛拢无去，无阁有人啉酒唱歌，交酒啉起来苦滴滴，城拍远受拆毁，厝拢关闭，无人出入。人伫街路喊要找酒啉，一切快乐变做暗淡，地上的欢喜拢消失。城市荒废，城门讲甲嘴糊糊，地上万民嘛会安尼，亲像橄榄树、葡萄树收成了，搁找嘛找无偌济。因大声欢呼，对西边宣布上主的威严，因为安尼，恁着对东边归荣光互上主。伫正海寺称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。对天边海角，阮听到歌声，荣光归互公义的上帝。毋过我讲，我会死，我会死，我惨啊！陪伴的人继续陪伴，欺骗的人还伫欺骗。地上的子民啊，恐怖陷阱活大。伫长等恁，什么恐怖声音的人会跋落陷阱？对陷阱逃脱的人会互活大踏着。天顶的窗仔拢拍开，地上的根基摇动。大地做一个破坏，离甲脆脆，地大摇动。亲像酒醉的人颠来颠去，若阵臭厝仔摇来摇去，地互做动动地咧，放落去，袂阁再起来。迄日，上主要刑罚天顶的天君，嘛要处罚地上的君王。因会亲像犯人，互人集中伫地牢，关伫监狱，过一段时间就受刑罚。迄时，月亮会见效，日头会漏开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伫锡安山，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对伊的长老显出荣光。莫阁互地球流目屎。先知以赛亚描述，当上帝审判来临的时，大地荒凉的景象，世界受毁灭，
城市荒废，人流离失所，大地停止出产，人无分身份，拢遭遇相款的命运。所有宴乐歌声停止，遐个人用来追找欢乐的工具，落马却带互人悲哀和痛苦。为什么上帝要审判全地？以赛亚书24章50到60节清楚指出，大地互徛起的自民污染，因破坏律法，违反律例，违背永远的约，所以大地受咒诅致到败坏。地上的自民拢因为因的罪受刑罚，所剩的人减少，剩无几个。最近几年，全世界面临共同的问题，就是全球暖化甲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。全球暖化造成南北极的冰山氧化，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剧，真个国家也是城市面临受淹没的危机。2009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的短片《回忆之母小屋》，描述一名老人独自生活伫塔查的小厝，因为海平面上升淹没原有的厝，所以简单会当亲像伫搭塔之母共款，顶面起造小厝。这部短片表达全球暖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了后，人简单会当生活踮孤岛面顶的景象，企图唤醒人的环境意识。这部短片发行到今已经过10几年，尽管全世界有真侪环保团体一直大声疾呼爱保护咱所徛起的地球，全球暖化加速的事实却摆伫眼前。人类若无共同合作，努力解决，真侪饥饿的国家和城市，无偌久以后就会消失。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评估报告，过去10几年，全球排放的温室气体每年平均增强15%左右。搁风台威力增强，主要原因是海水表面暖化，使得风台吸取搁较侪的能量和水汽。人类违背上帝，无尽责，无尽大地管家的职责，反倒将上帝看作好的创造破坏大尽，但拄咧为着家己贪婪的作为付出代价。先知以赛亚当当时描述的荒凉景况，若像也是这个世代的样貌。愿咱莫搁再为着家己的私欲贪婪、贪图方便，互地球搁再流目屎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有一段安尼讲：惯信上帝，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、负责任，甲伊三甲管理世界。这段告别提醒咱。上帝互咱有责任，甲伊做伙管理世界，咱着善尽责任，好好爱护这块土地。咱通对日常生活做好节能减碳、粪扫分类和减量，注意购物地甲容器等的方式，真正落实疼地球，互世世代代拢会当徛起伫这片美丽的土地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安怎实践爱护地球的行动？伫生活中，我安怎实践爱护地球的行动？
做伙来祈祷。创造万物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美好的徛起环境，将上好的土地赐予你所疼的儿女。我期待家己爱对土地有情，善尽你所托付的责任，爱护你所创造的地球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